高雄市的交通大队由去年底开始成立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像平台，民众的行车记录器若翕到车祸的影片是当传到这个平台，然后协助警方办案等相关的规定，上最是当摕到6万块的奖金。画面当中，穿蓝色的这台奥多麦冲红灯，弄到另外一台奥多麦了后，若无停落来看，佮颠倒向徛咧一直去。这是去年10月发生伫林雅区跳树逃走案件，路尾警方也抓着人。不过，毋是每一个案件拢亲像这件这么好运，有路口监视器。网络顶悬定定有人世界在拜托，要找有翕到车祸的影片。高雄市交通大队要推设一个交通事故影像平台，互民众通回传佮车祸相关的影片，帮助警方查案。民众也拢真赞同。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事故，可是他们找不到真的证据，所以如果有拍到，然后能够帮助别人，是一件蛮好的事情。然后因为记忆卡的东西，你不马上拔下来，它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它可能就被洗掉了。对啊，所以当然是有平台，你就有时间就上啊。但是没有平台的话，你就直接就拿去警局就可以了。高雄市交通大队讲，只要民众提供的影片符合跳树逃走，有人受伤死亡，远景唔知影事故是安怎发生的，这3个要件都有机会帮助警方办案，家己嘛会当领到奖金，相关会当领到6万块。有人受伤，一件会当获奖3000块的奖金。若是一般互人重伤的案件，身体病嘛有2万块。若是较严重的死亡案件，都有6万块的奖金。这个奖金数目前是6都内面上悬的。交通大队讲，这个平台对去年底开始推测，到今年3月份为止，敢若有16件民众提供的跳树逃走影片，其中5件选择要领奖金，不过因为条件无符合，到目前为止也无机会发出第一笔奖金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